个立法院的新会期得要开始咯。讲民进党团的干部找无人，就是无啥人要登记参选。讲目前只有范云登记参选书记长。不过立委赖慧媛讲，唔免担心，时间一日到，人选就会慢慢浮出来。另外，总统赖清德昨暝伫总统的官邸分配来请民进党的立委食饭，总调郭建明冒气，两个人的互动将做注目的焦点。尤其是郭建明，伫立委拢走了后，阁经过1点钟才离开官邸，嘛引发到联想，到底两个人是咧讲啥？今天晚上用餐气氛相当的愉快。香港伫咧立法院开议前，总统赖清德邀请党籍立委食饭，为暗时6点半由警察车开路西入官舍。离场时拢笑头笑面。我们也都充分把握今天晚上的时间，就我们这段时间，大家各自在地方听到的意见。和总统、院长做一个意见的交换。强调重点拢放伫咧新会期优先法案，不离个时间点又出来。第一场食饭，不管苏系、苏咖啡、张丰禄、兴系蔡义慈、王世坚等等，拢伫咧暗时8点15分左右，小煞坐专车离开官舍。总调郭建明当场嘛受到邀请，所以伫咧暗时9点左右才离场。停留时间伫咧2点半钟，中茂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陪同，敢讲是就这个机会来讲特别的会。基本上今天总召讲话的时间比较少一点，他比较没有发言，主要都是我们几个在讲。对，我们还是针对政策一些法案，然后我们听到地方的声音，那反映给总统以及院长听。委会伫咧谈党团改组，不过立法院伫要开机，经过照惯例，民进党团会随宣布7张干部，如今煞无人登记，传出郭建明亲身来朝，纷纷答应登记参选书记长。陈培如是讲，若是无人选，家己嘛是愿意承担。不过传出党内拢伫咧调急，新会期会如何运作？其实我个人一点都不担心，就是民进党这个我们3长干部的一个登记的一个情况，最后一天还是说，甚至就是登记过后了，这个限制的时间以后，然后这个干部再慢慢的产生。尤其郭建明总调保卫战，敢若有变数，开议前的烦恼嘛渐渐浮出台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